丹尼斯风台造成芬加南地区严重的灾情，总统赖清德历经近一日都来到台南听取民众心声。这次经交代行政院长杜英泰过来关心，市长为摕15日陪杜院长来到将军区慰访灾民。黄市长特别感谢中央行政院对着台南的关心和协助。行政院能够体恤我们受灾很严重的灾民的心声，那能够在修缮的补助上面能够帮忙一下。另外在地方政府可以做的就是讲咱迄个行政程序简化、行政流程加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灾民能够早日能够实际上来重建他的家园。行政院长杜英泰指出，这次风灾重创台南，对着第一时间投入救灾所有人员，伊也致上深切谢意，并肯定黄市长伫灾后这些应变甲危机处理能力。杜英泰承诺，中央将持续支援台南的复原作业，行政院也启动相关专案协助灾民，并已认定奖优、补偿奖数、定数中间的作业流程。你的厝若歹去，迄个面积，不管是厝顶还是厝壁，超过20平方公尺，甲100平方公尺内底，就是差不多7平甲33平这中间的啦，拢补5万块啦。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复原慰助金、复原慰助金5万块。你若超过100平方公尺的，就给你补10万块安尼。杜英泰也讲到，过去大多是补助地动房屋受损，而过去上悬的补助是2万块的修缮费用，但现在物价咧起，公布这次风台房屋受损的补助，受损面积超过20公尺到100公尺以内，就是补助5万块；超过100平方公尺，就是补助10万块；20平方公尺以下，就由市府目的善款来协助，帮助大家渡过困难。但是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